2个版本，第一个版本部分呢，为大家所介绍是以专辑为架构，这是呢来自张玉霞这次个人所创作的作品。里面收的歌曲非常的动容，尤其里面写的部分，从他自己人生当中，就像如果你喜欢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里面所提及的独白，就像写到自己人生当中，有任何事情看不见的时候，有哪些事情是你曾经注意过的呢？你是不是记得你自己父母的容颜？你是不是曾经经历过人生当中很多美好的时刻？你没办法用眼睛去感受的时候，你要如何去体会呢？《独白》这首歌是今年度非常重要一首作品，是张玉霞所写的。另外呢，特别你们还收了一首歌曲，是以台语的主轴，所下一对歌曲，一下是孝因阿嬷，因为阿嬷对伊来讲非常重要。当时若是无因阿嬷当时的一个要求，对于一个疼痛，可能张玉霞这个时阵伊无法度读册，伊嘛无机缘，无这个机会，伫这个现场为所朋友的演唱歌曲。所以写这个歌曲是孝伊阿嬷所讲的，就是阿嬷伫细汉时阵，家一直过来这个坎站内底，非常的辛苦，但是因感情非常的好哈。给阿嬷的祝福，这对歌曲的几内底也特别的收录。另外一首歌曲是大家对她的声音非常熟悉，很多人喜欢她在音乐上的表述，很多人非常喜欢她在音乐上的想法。尤其在这2年当中，因为参与了《中国好声音》，因为大家注目了她，尤其她的声音真的非常的干净，非常的透彻。她里面写了一段话，我非常的动容。她说，她并不是想要去模仿谁，她并不是想要去模仿另外一个邓丽君小姐，她想表述的是，她想从她的角度来唱出她心中的邓丽君，这是她特别所写的一段话题。而这张专辑当中，里面收了一首歌，也就是当时邓丽君小姐非常重要的一首成名代表作《千言万语》。而且我们特别找了在国内部分非常重要的一位音乐人，也就是倪芳来老师，特别量身打造这首歌曲的编曲，光音乐的痛调，光吉他的声线，它是国内部分首屈一指。所有当年，不管你是从刘文正、周华健，你想得到现今的什么九令、蔡依林，所有的天王天后，争相想要邀请一位非常重量级的音乐人，也就是我们国内台湾的民歌，同时也是透过音乐表述非常重要的吉他大师，也就是倪芳来老师，特别为他亲自弹奏。里面还特别收了几首演奏曲，都是要送给所有朋友的。如果你喜欢，如果你愿意，如想要的话，再度提醒你把握机会，在柜的左前方地方。如果您愿意的话，目前举的 CD 现场的地方，请把握机会，直接现场购买，买 CD 加赠海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好机会。希望您多多支持，希望您好好的感受来自张玉霞小姐非常重要音乐的代表作。今天呢，虽然有点小小雨势，但是我们今天非常的慎重，特别到淡水地方，因为这是她个人非常重要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张玉霞真正让所认识他声音的地方，所以他第一站来到了淡水，接续他会到全省各地的百货商店、到百货公司去做他的签唱会。但是我们希望透过今天正式发行专辑，7月3号发行，今天是第一场举办的签唱会活动。张玉霞已经来讲哦，以及那这世人第一届特别写家己的名，签名所有咱在地的所有乡亲时代，你若有兴趣把握这个机会哈。另外，除了这版本以外呢，为所朋友来介绍啊，另外有一本册，伊后边它是整个一个精装版的盒装，嘛是讲上一对 CD， 有一对 CD 内底南宫上。对 CD 加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来自街头的好声音》，这是所有人认识张玉霞的开始，是所有人知道她的声音的一个开端。张玉霞小姐跟她自己的姐姐张玉玲，他们2个人就是一起共同努力所完成这样心愿。由玉玲的先生，也就是由刘大哥，他特别量身的写出他对他们之间贴身的观察。从当时的街头一路到他们自己本身在音乐路上的一切的努力，到他们进入到中国好声音，到现今正式发行所有的过往，从当时所有的一切，这个部分不只是励志，它讲述是人生当中很多的故事，它提及是人生当中很多的想法，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藏。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份礼物，你可以送给自己的朋友，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份礼物，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的分享。你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来看看一个努力在这个圈子当中，一个努力在这世界上努力过活着的张玉霞。所以希望这次来自街头的好声音，希望透过这部分联合的推荐，让更多人能够听见她的声音，让更多人能够喜欢她音乐上的表述。而待会到她正式到现场来为您带来精彩演出，而且会看到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位非常重量级的人物。
金曲奖大放光芒，而且我今天不知道他会来，他就是这张专辑非常重要的一位制作人，也是张玉霞这一次跟他合作，两个人彼此牵起很大的感情。而如果允许的话，我要拜托他，因为我现在不想看着他，因为我想凹他。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邀请他能够在今天的首批、首发、首卖、首场签唱会，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帮我们签名留作纪念。当然，我也希望能够透过他，因为制作人到现场，金曲奖他个人发行的专辑不只是入围，而且连得2项大奖。他是张玉霞这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位好朋友，更是音乐上最棒的好伙伴。就在前方地方，好像带着自己的家人到现场，我们是不是掌声欢迎知名的音乐制作人，欢迎栾克勇老师。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哎呦，老师，我不知道您今天会来，谢谢老师来让你讲个话。昨天是金曲奖的那个颁奖典礼完嘛，对不对？玉林哥昨天好像也在现场嘛，对不对？昨天是我唯一的一次缺席的，因为连续2年出现在那边，应该说连续5年了，在那边太多次了哈。那我很高兴今天这个聚会啊，我觉得比金曲奖对我来讲更重要，因为当年玉林哥也看到我在金曲奖第22届的时候拿了4座金曲奖的时候，我在台上讲了一句话说，我感谢菩萨给我今天的力量，我想要发愿要帮助素人完成音乐梦想，结果没想到天上掉下了一个素人，就是张玉霞，所以我很感动。张玉霞还找我的时候，我一口就答应说，我帮你制作完成，我会用做实际唱片的心态，也用全力去帮他完成这个梦想。所以今天这场发表会真的对我很重要，我特别从桃园赶过来。那今天也淋得全湿啊，我不晓得今天怎么会这么大的雨。我相信这是遇水则发啦，我相信今天一定会引起大家很大的共鸣。我也相信这张专辑可以让海峡两岸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同胞们都能听到真正让人感动的声音。诚挚的推荐张玉霞的专辑，还有张玉玲，他们是用生命在唱歌，虽然他们看不见，我相信他们内心的感动，你们一定可以感受到，因为我就是用诚心去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老师，那我有一个诚心的邀请，既然您都到现场了，而且家人也在现场嘛，待会是不是可以荣幸，因为今天很多朋友买了专辑，可以顺便帮我们顺便来签个名，让他们留作这张专辑一个永恒的纪念，好吧？你看，歌手跟制作人同步签名哎 ，Oh my god！ 待会您打开名字当中，你可以看到后方地方一个非常重要偌大的名字出现，就是这位非常重量级的音乐人、音乐老师，也就是栾克勇老师。我们也给栾老师掌声鼓励，谢谢老师特别莅临到现场，是帮我们拿着专辑，让我们来拍张照留作纪念，好不好？对对对，老师等我一下，我去拿相机。我希望每一个人可以发心帮张玉霞完成梦想，因为我当初张玉霞找我的时候，我一直跟她说一件事，我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唱了20年，做了超过200多张唱片了吧，从大到小，不管各种语言，不管各种层面，我从童谣到流行到传统，我已经拿了6座金曲奖了。其实我心里也很感动了，我已经该做的事都做到了。可是我现在觉得张玉霞这个专辑对我是一个责任。我希望明年6月，在那个金曲奖舞台，我能看到张玉霞站在上面，我们大家一起为她鼓励，好不好？好。希望明年真的能看到张玉霞站在舞台上了哈。那也希望说，在年底之前，我很希望有发一个愿，玉林哥，我也希望你们能帮忙，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让张玉霞在今年年底之前办一场大型演唱会，好不好？这是我很希望做到，因为我答应他，如果他办演唱会，我的所属的乐团，我义务会帮他当乐队办演唱会，好不好？好。因为我本人就在电视上帮很多的乐手在当很多艺人在当乐手了，所以我也习惯了。所以我希望呢，把好的声音呈现给大家，也希望接下来每一场，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多多帮张玉霞站台，谢谢。帮我们拿一下老师 OK。好，我们请栾老师拿一下，让各位媒体联访一下哈。来，栾老师要帮我们一下忙哦。老师就帮我们先看正前方了。好，老师请看您的右前方，右前方，右前方。当然还有您的左前方。哪张？其实本来今天哦，
反正今天我有个想法，因为我之前做了那么多张唱片哦，每一年在金曲奖星光大道看到我以后，我每次都会跟歌手讲，我做了下一张，我就说我会给你一点运气，我会把我的金曲奖讲座带来，让你摸摸运气。因为今天本来想真的想把它带来，因为我那年得到的是琉璃做的金曲奖，现在大家现在所看到那个是铜做的，所以我那一年是建国100年刚好特别版的金曲奖，所以拿过来我怕摔破，因为那一年莫文蔚就当我摔破了一个，所以我很害怕摔破，所以我今天没有带过来。可是我相信江玉霞的能力哦，一定可以征服金曲奖25个评审的耳朵，而且金曲奖是绝对公平的，只要你有梦想，一定会实现。OK， 那我们等一下呢，我相信张玉霞上来唱的时候哦，我希望大家做一件事情，就是闭上眼睛来听她的歌声，因为当她第一次在录音室见到我的时候，他知道我是魔鬼制作人，因为我做了那么多唱片，包括帮施文彬、还有王中平、秀兰、玛雅一大堆人，我也不记得了很多，我帮很多人写过歌，所以他们在录音室都号称我是魔鬼老师，我非常的凶。可是呢，张玉霞在录音室当中啊，我听她唱歌，其实那时候我有偷偷的感动到流眼泪，只是她没有看到而已。那一天真的我其实蛮感动，我觉得那是上天下来的声音。我也希望大家，你真的用心去感受一下，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去制作唱片。当然我知道现在唱片市场要能卖到1万张是不可能的，以前是上百万张，现在一个歌手要出这么大的资本做一张唱片，要卖个几千张，也是说3000张都很难。可是我相信大家给他一点点支持的力量，让他走下去。因为张玉霞这张专辑只是他的一部分，我希望玉霞在年底前能够出一张完完整整的10首歌全创作专辑，需要大家的鼓励，谢谢。来，玉林哥，我们的玉林哥哈，真的是最有那个影响力的音乐人。非常谢谢，非常谢谢，真的也很开心。今天其实我们都是来帮玉霞的，而且是义务来帮忙。其实我待会也是要赶场，但是我特别在今晚上有一场演出，我今天刚好去桃园。今天桃园有一个桃园艺术下乡的活动，所以也是待会，而且因为刚车进不来，我要把车停在对面的巴黎，搭渡轮过来，对，搭渡轮过来的哈。好啦，那我们欢迎所有朋友，那些在牛所用心体团所有朋友，玉霞他们去换衣服，待会回来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给他掌声，因为他真的把今天人生第一次当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这张专辑这次除了跟阮克龙老师一起合作以外，刚介绍到了里面有他自己的创作，还特别加收了来自邓丽君小姐当时的经典代表作，而且透过不同表述，您让她音乐的活化里面加了很多不同的元素，有来自音乐属于我们中国原先文化上的一些味道，让原先的中国风在音乐当中某些的表达，也让西乐部分在这当中有一个非常细腻的呈现，这是你编曲上非常细腻的地方，这样好不好？如果各位在场嘉宾朋友，你那是有赢，你那是专辑背后啊，你那是有听开啊，你得免客气，我邀请阮老师先搞一个地方。先帮您签名做纪念，安尼好不好？直接都来了，当然一定要凹一下制作人，相信会有福报。是的，菩萨一定会保佑哈。好的，那我们待会要请所把握机会，如果您喜欢的话，如果您愿意的话，就在各位左前方地方时区，您坐下拍手。张玉霞人生生平第一张作品，人生生平第一张专辑，为您再度隆重推荐，就是这张独白专辑。而这次特别有2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属于 CD。CD 现场才卖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带走一个诚意，200多块钱带走人生当中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对他而言是人生当中未来可以努力非常重要的动力。当然还有包括就在这个地方 ，CD 加一本书完整合在一起400多块钱，其实真的也不贵。而这本书当中所讲的是人生当中很多的故事，从故事当中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分享。这次呢，就是来自街头的好声音，讲的就是您所熟悉的。每个人在电视上看到他，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台湾人，每个人都知道他声音唱得非常好，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国语歌诠释非常棒，每个人知道他台语歌唱做入喉的。但是乡亲是都好朋友，你敢有这个机会买这个专辑等你听看卖了？这个机会就是这，你若把握这个机会。咱家更加爱呢，让张玉霞这次作品当中获得朋友喜欢，而且2013年就在今天7月7号七鬼街头礼拜天，这个名签的哇老简单的，人生第一届签名，伊这世人唔捌签过名，伊拢唔捌签过名，伊连配偶人都还没签到的哦，吼，所以呢，你若是有兴趣把握这机会哈，今天他人生第一次要帮大家来举办签唱会，继续
签唱会的是抢够签嘛，对吧？所以呢，请你把握机会，如果喜欢的话，待会就让张玉霞帮您签名留作纪念，让张玉霞跟她自己的姐姐共同的合作，心韵二重唱，为您来表达人生当中音乐上应该有这样的氛围。如果可以的话啦，我手机里面有歌啦，不知道老师你的会不会比较好一点？不会。我想来播一下张玉霞的歌。其实张玉霞的歌哈，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只是说我们一直在保护她，因为我觉得说现在我要登高一呼啊，就是说做音乐真的很可怜，因为我们花的成本都是上百万，可是卖不到3000张，这是正常的事情。即使现在的周杰伦都卖不到，甚至说卖不到1万张，所以我说对于我们音乐人来讲，需要的是最大的鼓励，就是大家也直接行动来支持张玉霞。因为他的声音要能够征服另外一个对岸的那种中国的好朋友嘛哈，要靠什么？靠我们大家给他支持，我们才有经费到对岸去打。对，没有错。也希望大家真的很喜欢这些歌，而且在今天我最期待什么？玉林哥，你知道吗？我很期待张玉霞今天要唱《千言万语》，因为这一版是我们花了大成本，请国内应该说华人第一把交椅的吉他老师倪芳老师特别情商，我特别凹他来的，帮张玉霞弹这首歌，重新包装过的那个千言万语啊，绝对跟大家听到的所谓的那种以前旧版的千言万语绝对不一样，他是用心去感的，而且当天我们录音的时候，玉林哥也在现场嘛 ，One take， 他是一次录完，我做过将近200张专辑，没有一个歌手可以一次在录音室一次录完的，张玉霞做到了。所以他的东西是非常完美，已经分享到完美到极点，连那个小的呼吸声、口水声都很清楚，这非常难得，有这么好的声音，大家一定要支持他。张玉霞专辑，希望大家多听他。OK， 玉林哥找到了吗？找到了。接下来，在所有的电台啊，慢慢都会听到张玉霞的歌曲。你要听哪一首？你想听哪一首？我想。那个千言万语留给他自己去现场那个好不好？还是我们来听个版本？好啊，听一个版本也好啊。OK， 我们听个给阿嬤的祝福。对啊。阿里嘎跳舞。那这 CD 可以放吗？这只是用我的手机播的。而且只有播单音哦。一个在上面，因为它是 stereo， 叫重音。不用很大。不用很大，不用很大。
这首歌曲就是张玉霞小姐这次全新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叫做《给阿嬷的祝福》，一下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故事。这条歌其实讲真的，可能我在讲较不得体，但是真的让我想起当时萧煌奇写的《阿嬷的话》。其实萧煌奇下来他慷慨激昂，一下来是他温柔，他内敛。这也是他在人生当中曾经经历过的一个阶段。他跟我分享过一个故事，他是说。其实张玉霞她自己小时候，因为他们家里比较辛苦，所以在那个阶段部分，其实要让她念书是比较难的。而她自己本身，如果不是因为阿嬷当时的坚持，说一定要让她去求学，否则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机会透过音乐上的表述，能够看到张玉霞这么好的一个呈现。而且这首歌是玉林加玉霞2个人共同去演唱的，是，只是他们2个人一起共同联袂的合作，而透过他们姐妹花一起共同的诠释，也就来自幸运2重唱。好了，共你2个晚上登来啊！玉霞玉林，是掌声欢迎。谢谢。你若无登来，我可能我嘛动不掉啊。不啦，谢谢。其实蛮开心的，刚刚分享很多，而且很多人都到现场，而且玉霞跟你介绍。你也见周玲来啊？对，班老师好，老师。对，老师，你来我边啊，你来我边啊。老师，对起来围，对起来围。后面会不会害怕？因为他在录音室很怕我。对，其实不用害怕，你们的声音已经是最完美的，谢谢，真的。好。OK。好，那在唱歌之前，还是要再跟大家讲一下，今天买 CD 加赠海报 ，CD 签名，海报嘛帮你签名，人生第一届玉霞第一届签名对不？比唱歌错都多哈，签名比唱歌还痛苦，真的痛苦哈。所以大家如果各位朋友们喜欢的话，为您介绍《中国好声音》，让所有媒体报道到现今。一路过往，大家所找到的一个好声音就在现场。而希望透过今天的机会，如果在场的嘉宾朋友们，不管您是在台湾或者您从内地来的所有的好朋友，不管您打哪来，都希望您把握机会，在各位的左前方、前方持续为您做强贩售。来，我们请工作班帮我们举下 CD 一下，那个橘子花吗？啊，橘子哈。帮我们举下 CD， 现场举 CD 地方，现场贩售地方，在各位的左方地方，直接在购买张玉霞人生第一次第一张专辑，张玉霞人生第一次第一张作品，张玉霞跟自己亲爱的姐姐共同的合唱，他们组的一个团体叫做幸运2重唱。这一次里面作品当中，除了拥有他们的音乐好表述以外，来自玉霞本身创作，她多一条我帮我打开听啊听一趴。好阿嬷就好伊娃，特别写了一首歌曲，也是写给自己人生故事当中的想法与独白。对，另外呢。大家熟悉她声音，可能很多人说她声音非常棒，就跟邓丽君小姐一样，非常的细致，非常的温柔婉约，非常的清亮。而里面特别收了这首《千言万语》，待会为大家来做播出，现场的演唱都请不要错过了。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他们热腾腾，再为您介绍一下第边呀。他们就提上久，好不好？提上久吼，真正互因上轻松的，互因保赢一下，好不好？把握这机会，若是有兴趣底下现场买 CD 加海报，今天还加送什么？今天加送栾克荣老师人生第一届这种这类专辑的新刷大签名，你好不好？好，大家有兴趣，不然你好不好？我嘛赞助一个啦，买 CD 加赠海报，加玉林玉霞，我叫玉林啦。好，玉霞、玉林、玉霞、玉林啊，因两个是签名啊，我加送2张面纸啊，你干嘛？哦，面纸不够是不是？啊，你好不好？前面几位朋友我们有送海报，同时也帮他们签名嘛，对不对？都签了嘛哈。今天是你签名嘛，玉霞？对。今天哈，哎呦，一路今天一被签名，其实哈，人生非常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忐忑。各位朋友们，2013年7月1号就在今天，就让我们在本身他所熟悉的地方，人生刚开始让他认识的地方，所以今天会选定在淡水举办他个人的首场签唱会活动，请您不要错过。如果你喜欢的话，请您多多支持，在前方地方再为您做推荐。买 CD 加海报2个版本，有精装版，你们加送1本书，你们加书不是加送书加 CD 合成一个版本精装版。另外还有一个版本是以 CD 为主轴，希望您都会喜欢，把握机会，待会就帮您签名，请不要错过。接下来就请我们安排一首歌曲喽。好。